南区明德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伫当地里民、里长以及多位议员民意代表共同的努力，24号上午举行动土典礼，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林俊宪服务处以及多位的议员、民意代表拢到场面热烈。3动土，一切圆满吉祥，功成圆满，礼运昌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共同迎来我们期盼已久的南区明德里活动中心的动土。我们希望这个活动中心赶快能够完工。为什么呢？因为明德里没有这个活动中心，民众期待有一个活动中心来可以作为举办活动或是说学习地方已经很久了。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周边的新的建案一个一个的展开，然后如果这个活动中心盖起来之后，周边的停车空间也很方便。因此，我觉得事实上就有这个需要，而居民的意愿、主观的意愿又有，然后客观的事实又有需求，所以是否应该我们就赶快让这个活动中心能够顺利，那也期待施工单位尽快来完成。让南区又多一个活动中心，能够提供给明德里以及所有包括关怀据点，还有包括所有的南区的民众都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位伫大成路一段193项收费临时停车场内的兴建多功能文教活动中心，总工程费高达3740万，工期大约360天，预计每年就会用来完工。是地上2层的建筑物。总面积大约210平，未来朝向多功能目标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